今天是大年初五，看高速上这么多车就知道，这年基本算是过完了。每到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，特别是在外打拼的游者，因为此时又要和家人分别，走南闯北去挣钱了。虽然我待在家，但如今的社会，如果没有錢，就連家庭嘅穩定都難以維持。所以呢，我一樣係要賺錢養家嘅。今日就同大家推薦我家鄉嘅特產英雄9號。呢款茶係1牙2葉嘅採摘標準，99蚊4罐共1斤嘅份量，仲附送埋運費險。今日拍廣東省內，聽日到。收到貨直接開罐試飲。試飲中意就留低，唔中意可以退返嚟。中意飲茶嘅朋友就點擊視頻左下角落單啦。